胃氣脹咧係指劍突下上腹部嘅脹滿不息。咁胃氣脹產生嘅原因咧，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個係飲食因素比如經常進食一啲咧難消化、容易產氣嘅食品好似薯仔芋頭花生豆及豆製品咁另外咧有一啲不良嘅飲食習慣比如食飯食得太快太急啦，食飯嘅時候咧多講話或者短時間內咧大量飲水或飲用嗰啲飲料三餐唔定時、過飢或者過飽，咁呢啲都係不良嘅飲食習慣。如果咧係不良嘅生活習慣，比如唔注意休息啦，唔注意做運動啦，特別係咧成日坐住唔喐再一個咧緊張嘅生活節奏啦，生活同工作上嘅壓力啦，情志嘅唔舒暢咧，都容易導致胃氣脹嘅產生。第三個方面咧就係病患所致嘅胃氣脹比如消化系統嘅病變胃十二指腸嘅炎症潰瘍甚至腫瘤咁都好容易出現胃氣脹嘅。至於肝炎慢性肝病膽囊炎膽石症胰腺炎咁胃氣脹嘅出現咧機率亦比較高。至於非消化系統嘅病變，比如糖尿病、胃氫癱咧，亦經常出現胃氣脹。至於胃氣脹嘅發病機制咧，從中醫學嘅角度嚟講咧，主要有咧表邪入裏食滯中阻、痰濕阻滯、情志失調、脾胃虛弱。咁呢啲嘅原因咧係導致到脾胃嘅損傷、升降嘅失司、胃氣嘅壅塞，咁出現胃氣脹啦。胃氣脹嘅診斷咧，主要根據咧胃脘部嘅脹滿不息呢個主要嘅表現啦。另外診症時候咧，胃脘部咧分支係柔軟嘅，壓係唔痛嘅，睇嘅咧就冇脹大嘅形狀咁另外咧胃氣脹咧常常伴有咧胸骼嘅悶悶啦、飲食嘅減少啦、食後嘅腹脹啦，同埋嗳氣咧腹脹減呢啲咁嘅兼症咯另外咧發病同埋加重咧，常常咧同飲食啦、起居啦、情志嘅變化啦，同埋冷暖失調咧等有因有關。咁胃氣脹咧起病往往係一個慢性嘅過程咯另外咧時輕時重，反覆發作纏綿難愈。咁我哋中醫辨證咧，亦注意咧胃氣脹咧同胃痛嘅鑑別啦。咁胃痛咧往往係以痛為主，胃氣脹咧以脹悶為主嘅。咁咧胃痛咧往往有壓痛，局部有壓痛啦；胃氣脹咧就冇明顯嘅壓痛啦。至於前面提到嗰啲病變消化系統嘅病變或者非消化系統嘅病變咧，往往要經過一啲檢查先能夠明確診斷，比如做內窺鏡嘅檢查啦、超聲等影像學嘅檢查啦，先能夠明確嘅診斷啦。中醫對胃氣脹嘅辨證咧，主要分5個症型，分別係邪液內陷、飲食停滯、痰濕內阻、肝鬱氣滯同埋脾胃虛弱5個症型並對於5個症型咧，分別採用唔同嘅治法同代表方加減。胃氣脹嘅調理咧，主要有下邊呢幾個方面。第一個方面咧就係飲食生活嘅調理。首先咧要注意控制進食易產生胃氣嘅食物嘅列入。第二個咧要養成良好嘅飲食習慣，定時定量，唔好過飢過飽。進食嘅時候咧要注意細嚼慢咽。第三個咧就要建立同保持良好嘅心態，保證休息同埋適量嘅運動。第四個咧，如果係因病患所致嘅胃氣脹咧，應及時對原發病進行治療以便咧原發病得到控制咧，而胃氣脹亦得到緩解如果胃氣脹調理咧效果唔好，或者病情有變化咧，應該及時去醫院咧揾醫生診治。第二個方面咧就係食療。咁食療咧就根據個人嘅體質同埋產生胃氣脹嘅原因嘅唔同咧，選用適宜嘅食療同服食嘅方法我哋可以選啲水果，比如奇異果木瓜香蕉等等對消胃氣有幫助特別咧，如果係便秘嘅患者咧，咁用呢啲水果咧可能幫助比較明顯啲再一個咧，可以選用啲飲品，比如陳皮茶薑茶蜂蜜水乳酪等等。另外，好似飲醋、飲米湯或者食大麥粥咧，對胃氣脹或者胃灼熱等毛病咧都係有幫助嘅。再一個咧就木瓜丸魚湯。第三個咧就係做啲穴位嘅按摩咁我哋咧比較常用嘅有下面呢幾個。第一個係中脘穴。
第二個穴咧就係足三里穴。第三個穴位咧就係內關穴。咁上邊啲穴位咧就用指腹揉按2到3分鐘，每日2次就可以啦。